呢個浴室櫃設計，我真係忍唔住想同你哋分享。唔只有超強收納嘅浴室櫃，仲有超實用嘅鏡櫃，因為寬度只有80厘米，做唔到普通嘅三門鏡，所以我做咗2:1嘅風格。右邊開放格放洗面巾，逆拎而放，仲有風筒，需刨洗頭水、毛巾梳、洗頭吹頭嘅，好順手，只需要打開呢一扇門就可以完成。重點係呢度我仲開咗一個窿仔，俾充電線穿過，幫左邊嘅電動牙刷充電。用完嘅充電線用呢一種盒仔擺喺旁邊，就唔使周圍揾咗。牙刷呢個區域呢，背面加咗一塊磁石板，位置可以隨意調節，加上冇底板嘅設計，方便晾乾梳洗用品。分層活動層板，方便調節高度。搭配呢一種收納小櫃桶，就可以將橡筋、棉花棒通通放好。上層放備用品，收納尺寸啱啱好。櫃門用幾十蚊自己買咗個微裝置物架，貼上就可以實現磁吸收納。頭飾頸鏈隨手掛，面膜都有地方放，仲有可以上下左右轉動嘅放大梳妝鏡，方便卸妝護膚。因為下面嘅收納已經好多，所以鏡櫃我哋主要係令梳洗護膚同埋洗頭變得更順手好用，仲可以做到關上櫃門之後台面空無一物，真係爽啦！左邊嘅牆我仲做咗個小壁泥，方便之後放香薰或者小物件。梳洗區面積唔大，但係所有地方都利用到極致。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我嘅小廚房改造，記得繼續 follow 我啊！